那路哦，是你我都是我这个路子，绝对要你车啊！你就是干对吧？你给我快炒二吧，你就是干对吧？车辆那么多个啊，你们没来测试啊？那个降音机哦，那个师傅做的对，你给我啥搞啥搞，你娃娃个没数我些，一下个用梦，还你讲下江做个鬼铁我些，是都不是个快炒我些啊，用梦一下个哦，我些那个么呢？塔比达哦，红河哦，原你个都下手有嘛？张比，今天我在老师学生中吧。吴老师可能就是知道要不到的我们物件，那说出来你要又不是上市个物理作业啊，才平时多好啊，知道冇咁这比个开，这就个可以啊，感觉互动个菜啊，真过。你第四个海鲜，一个地西啊，明白些啊？那活的活的，正是一三个用梦，那是冇人好的啊。下江做的大泥哦，那切换嘛哦，圆泥哦，那个菜，可是个国家互动啊，就那个菜，点的是大概从把车都把不那个样子，你个比一副比，那一三用梦冇些。但是可能就算，但是也生瓜。我应该是你是有的哦，这就到了毛子啊。